其實咧，全運會嘅其中一個主要場地咧係啟德體育園。咁啟德體育園附近咧就有兩條最重要嘅水道啦，就係包括後邊嘅啟德河啦，同埋前面嘅土瓜灣嘅避風塘啦。喺嗰度咧，我哋過去嗰2年咧，其實係做咗大量嘅污染調查嘅工作啦。基本上咧，嗰2個地方入邊咧，所有嘅污染源咧都俾我哋清晒。其實我哋環保署咧喺2015年開始咧就推出淨化海港計劃啦嘅全面實施。咁咧就喺2017年嘅時候，我哋亦都睇到咧個水質已經係大幅咁樣改善㗎啦。咁所以咧喺2017年嘅時候咧，我哋嘅維港嘅渡海泳咧已經翻嚟咧喺個維港嘅中部水域嗰度開始行。而過去嗰2年咧，其實咧好多嘅泳手都同我哋講咧，嗰個渡海泳嘅水質咧係越嚟越好嚇，亦都係好享受咧喺個維港嗰度游水嘅。咁我哋喺嚟緊嘅11月咧，亦都會係喺中環嘅海濱嗰度咧，我哋係會搞全運會嘅3項鐵人賽。咁我哋其實咧最近嘅數據亦都顯示咧，所有嘅標準亦都達標嘅。所有香港嘅海灘咧，亦都係過去嗰15年咧係完全達標，係適合我哋嘅游水嘅。